来，子璇，你的手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拉了，不可以，这里，拉了，这里，慢，慢，这里，慢。好，叫他吃，吃，快点吃。那他盖住了啦。在德国国小教学老师拉拉的陪伴之下，有重度自闭症的国小3年的学生林子全，在咧面对人群的时阵，明显还袂遐紧张。有今仔日的表现，会当举办这场多艺创作展，学校甲家长的用心照顾以及陪伴，发挥了真大的效果。他在1、2年级的时候，在人际互动上非常的弱，他必须要透过不断的刺激，在人际上来做互动，才能够慢慢会学会跟你对话。那因为我们有拉拉老师来之后，跟他做互动之后，整个学习的进步又更加快。他会开始问问题，我有时候忘记他是有这样的限制，他问得很自然，我也回答得很自然，我忘记他是有一些限制的学生。所以他在这1年多来的学习的进步我觉得他非常的明显。那我们班在做那个拉拉的这个，就是那只狗拉拉的一些绘本的时候，他画的图也是蛮漂亮的。就是我觉得像他们这样子的小朋友，其实他可能有些其他的天分所以我觉得他的陶艺的这一个特展，可以让人家看到说他在这方面不一样的一些能力。这挂作品总共分做8系列，有关食物、动物、卡通、日常用品等等。80多件的作品是林子全伊用3天的时间，一件一件慢慢啊做出来的。伊的爸爸也希望借此，互更侪小朋友会当了解伊，互一般生甲特殊学生之间会当互相理解，并好好斗阵。要是学校它本身也办学很认真，然后学习中心自己主动提出说，让这种办这个参展，让这种所谓特殊儿童有一个自我的自信心。那所以说，我们也当下听到老师跟校长愿意跟我们这样办的时候，我们也很高兴。我们想说借此这一次的一个办的手展活动，然后对特殊生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动作，让大家的特殊生都会有一个自信心，然后一般生也不会对这些特殊生有一些歧视。借由这挂独一无二的多艺创作，让咱更加了解林子全的心内世界，并鼓励伊在咧学习的路上继续向前迈进。等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。